迎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。台东池上米远近驰名，好山好水，种出来的稻米是又香又 Q。那么用池上米来炒饭，当然相当的美味。今天客家料理轻松做，就要教您怎么样用池上米搭配福菜，做出客家味十足的咸菜炒饭。有人说，台湾最美的梦土在台东，好山好水种出来的稻米远近驰名，因为池上日夜温差大，日照又充足，重点是水质纯净，土壤无污染。好漂亮哦！谁种的？池上米又称为皇帝米，而朴实的农民种米也卖米，强调稻米自产自销的两夫妻，细心照料，层层把关，把最新鲜的池上米送到民众手里。因为这里的水质跟土质，我们这边是属于黏土，所以比较难种，可是它种出来的米会比较好吃，粒粒分明。对，而且我们吃完的时候会稍微甜甜的。池上米不只是白饭好吃，做成了炒饭令人垂涎三尺。因为池上米香 Q、晶莹剔透，又有浓浓的米香，就算变成了隔夜饭，也不会影响口感。一样不会跑掉，嘿，它粒粒分明啊，嘿，这样，对，很 Q。池上米怎么料理都美味，我们特别请当地的外汇老店教大家料理客家炒饭。业者把梅干扣肉用的咸菜干拿来跟池上米混搭，要让炒饭也有客家妈妈的味道。葱花、红萝卜。炒饭材料除了一般的红萝卜、洋葱之外，还多了在地食材豆薯。饭要再炒香，比较生的菜先炒一下。之后再把福菜放下去炒香，咸菜量不需要太多，重点是添香提味，有一点它的香气，这样子带过就可以了，不然的话会太咸。一整盘的炒饭，材料丰富，有香脆口感，又有池上米浓郁的香气，难怪炒饭一上桌，家人总是一口接一口。咸菜不会太抢味，然后有蛋香跟米饭香，重点是米很好吃。池上米一吃再吃，永远吃不腻。再用福菜、咸菜点缀，香气在口中蔓延，久久不散。后花园里，鲜绿和金黄交替出米食风景画，偶尔咸菜、福菜的添色，让客庄的滋味流连成饭桌上的感动时刻。